聽眾朋友，我哋中國人呢就講啊，冬大過年啊，今年嘅冬至呢就往年一樣，12月22號咁啊過冬呢個大日子呢，喺溫哥華呢就有一個好巨型嘅演唱會會同大家見面嘅，呢個叫做係舞動全城聖誕狂歡演唱會。咁我今日呢就係揾到係負責人啦，係 Lisa 同大家傾偈嘅。Lisa 你好，你好。係你好。咁喺聖誕節呢，12月22號呢喺何石劇院呢，咁我哋有個盛大嘅聖誕 party。咁就叫做舞動全城聖誕狂歡演唱會，咁就雲集好多個本地歌手啊，仲有香港而嚟嘅黑潛香港賽手高峰高麗嘅歌手方面呢，我哋就請嚟香港18區冠軍 Sunny 同埋有梅艷芳之稱嘅 Betty。聽眾朋友 Lisa 同我哋講咗啦，呢一個嘅舞動全城聖誕狂歡演唱會呢，就係 Canton Production 呢，佢哋係製作嘅。咁啊揾到有嘉賓而家喺我哋面前，一個呢就係演繹梅艷芳嘅 Patty， 一個就係香港18區嘅歌唱精英冠軍就係譚健達 Sunny 哥哥啊。咁啊佢同阿張學友呢灌錄過精英嘅集錦大碟，咁啊等佢兩位同大家傾下偈啦。Patty、Sunny 你哋好。係你哋好，威哥你好，你好。你哋將會喺呢個舞動全城嘅狂歡演唱會裏邊係擔任邊一 part 啊？好榮幸咧，可以參與呢個舞動全城呢個聖誕狂歡演唱會，希望喺嗰日咧就可以渾身解數咧，就演繹梅艷芳嘅歌。哇！一聽到梅艷芳啲人啲歌，哇！啲歌好正喎，咁你將會有幾多首佢啲歌同我哋唱出嚟呢？咁我哋有幾個環節嘅，咁我有2個環節啦，總共都有7-8隻歌噶吓。有7-8隻歌咁。係啊，就係你以往咧喺好多場合都已經係表演過噶啦。都有嘅，咁喺溫哥華有好多大小場合都有演繹過梅艷芳小姐嘅歌啦。大家聽到啦，溫哥華大小場合都聽過 Betty 同你哋演繹梅艷芳嘅歌曲啦。咁啊，身邊旁邊呢個呢就係Sunny 哥哥啦，你同阿張學友灌錄過精英集錦大碟嘅喎。哇，你嘅來頭唔簡單嘅。威哥你客氣啦，今次呢就得到Canton Production 做呢個演唱會啦，由香港過到嚟溫哥華，咁好高興啦。近呢幾年呢，本人自己都過嚟溫哥華呢，做過好多場嘅大大細細嘅表演啦，有啲係做啲慈善嘅項目啊，好似同肝臟基金啊，都做過幾場籌款活動啊。嗰啲朋友啊，真係溫哥華嘅朋友又好熱情咯。幾年之間呢，就越嚟越多朋友識到自己，好開心咯。即係話溫哥華呢，越嚟越多你個 fans 嘅咯。係啊，希望呢就係啦。咁啊，今次尤其是今次咁大型嘅演唱會呢，令到自己都又更加興奮啦。再諗翻起當年同阿張學友灌大碟嗰陣時呢，個興奮心情又翻嚟啦。呢次嘅演出呢，都會唱啲當年嘅粵語流行曲啦、國語時代曲啦，同埋日文歌啊、英文歌啊，種種類類都有。又跳舞又唱歌啊！我諗呢個演唱會非常之精彩，非常之好睇。即係到時阿 Sunny 同埋阿 Patty 兩個，即係又唱又跳噶咯，喺台上。一定啦，一定啦，大家一齊參與。跳到下邊呢，我相信啲聽眾朋友呢，即係揸埋嗰啲咁嘅熒光棒喺度搖下咁樣。跳個不停啦，咁就肯定先得啦。係啦。咁啊 Lisa 你哋咧嗱，除咗佢哋表演嘉賓，你仲有嗰啲係舞蹈噶喎。係啊，由香港飛到嚟嘅黑池香港賽手高峰高麗會帶起全場嘅氣氛嘅。咁到時呢，都會有個1000尺嘅 dance floor 嘅，咁所有觀眾啊都可以來個 dance floor 嗰度跳下舞嘅。咁到時呢，大家呢亦都可以又欣賞到我哋溫哥華嗰個小羅文啦，咁又同大家係歌唱。咁呢次樂隊上邊嘅編排點樣噶？到時會有現場大樂隊，就叫做 Orient Express 嘅，咁佢係一個本地好實力派嘅樂隊嚟嘅。咁啊Sunny 同埋 Betty 你哋個樂隊以前夾過未啊？有，我係嗰隊樂隊嘅主音嚟嘅，咁所以咧成日都有合作。主音歌手啦。係。咁我都聽過嗰隊 band 啊，哇，真係一流一級。所以千祈唔好錯過。今日嘅時間呢，就係禮拜4咧到下個禮拜2呢，就有你哋呢個同大家見面嘅演唱會。咁呢段時間你哋要密密咁樣排練噶咯。係啊，而家密鑼緊鼓啦，係啦。咁啊 Lisa 你買飛地點啊？打電話點同你哋聯絡？買飛咧就可以到 MEL 現代音像喺 Richmond 嘅，亦可以到 Ticketmaster.ca 買都得。查詢熱線係604-331-4488。聽眾朋友記住，舞動全城聖誕狂歡演唱會就喺冬至嗰日啊，就係12月22號禮拜2晚嘅。大家呢，如果係有咩查詢嘅，就記得打個電話同你哋聯絡。604-331-4488。604-331-4488。604-331-4488。咁啊，今日呢，喺你哋
咁繁忙嘅時間呢，咁啊揾到阿 Betty 同埋阿 Sunny， 我哋一齊同大家聽眾朋友呢推介下我哋呢一次嘅演唱會，呼籲大家參加我哋啲 fans 要嚟嘅喎。中意聽歌同埋跳舞嘅 fans 啊，同埋朋友呢，一定要捧場啊！舞動全城聖誕狂歡演唱會係啦，大家一定要捧場支持我哋呢個舞動全城聖誕狂歡演唱會，希望大家跳下跳下，唱下唱下。就係呢個舞動全城聖誕狂歡演唱會，今日多謝3位嘅嘉賓，多謝晒偉哥，多謝。查詢電話604-331-4488，4點鐘繼續收聽華僑之聲新聞報導。